哈嘍大家好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。近期香港政府再度表明打擊非法白牌車嘅決心。運輸署署長近日同大約20名的士業界代表同相關立法會議員會面，就規管網約車平台同提升的士服務質素交換意見。佢喺會上明言，政府計劃喺今年內提出具體立法建議，以規範網約車平台運作，保障乘客同業界嘅雙方利益。運輸署署長指出，政府同業界喺3大方向上有共同立場，包括打擊非法取酬載客行為、規管網約車平台以及改善的士服務質素。佢強調，警方近期已經加強行動，並成功喺多個地區截獲非法取酬私家車。政府亦研究緊修訂法例，賦權即使未能確認司機身份，都能夠扣押涉案車輛，加強對違法者嘅阻嚇。此外，運輸署加強咗宣傳非法取酬載客嘅刑責，包括首次定罪可以判罰款1萬元同監禁6個月，涉事車輛更加會被吊銷牌照同扣押半年。提醒公眾切勿貪圖一時方便而冒險乘搭未受規管嘅白牌車，因為一旦發生意外，第三者保險或者唔會生效，後果堪虞。但係面對白牌車問題持續惡化，業界嘅不滿情緒日漸升溫。上個星期，智慧出行聯合商會主席周國強聯同多名業界代表到政府請願，批評當局雖然多次承諾執法，但係實際行動力度不足，導致非法網約車問題日益猖獗，嚴重衝擊到合法經營者嘅生計。個會更加宣布將行動升級，號召大約50名車主親赴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，要求立即修法，強化執法，並設立機制保護的士業界權益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呢場白牌車同的士業界之爭並非新問題，近1年嚟，香港已經多次出現的士司機罷駛行動，反映業界對政策失衡、經營困難同社會觀感負面等問題嘅深層不滿。面對乘客對靈活、快捷嘅網約服務需求持續上升，傳統的士行業正被迫向數碼轉型同服務升級。雖然政府同業界已經盡力將的士行業改善得比以前更好，但仍然需要更多時間吸納足夠司機運作。就好似距離政府規定的士車隊喺7月底全面投入服務嘅死線只剩返2個月，但運輸及物流局透露，目前只有2支車隊約300架車投入試運，佔總目標3500架嘅1成都冇。其餘3支車隊仍然籌備中，未見明確進展。有的士車隊表示，目前已經投入約90架6座位豪華的士，但司機長期短缺，擴充困難。新加入嘅大黃蜂愛心車隊計劃下個月初推出200架電動的士，7月增至400架，聲稱有信心達標。不過，電動車配套不足，司機招聘難度高，加上車隊制度對司機規管嚴格，吸引力不如傳統的士或者非法白牌車。有議員同業界建議政府提供更多支援，例如調整死線、簡化驗車流程、放寬車隊專用站點使用權，以及重新檢討未能如期營運嘅車隊牌照發放安排。如果政府未能夠喺短期內落實有效嘅監管制度同公平競爭環境，的士業界或者會加速流失人手，甚至進一步邊緣化。但係相反，如果能夠借立法規管平台嘅機會，同步提升的士服務質素，引入創新科技同獎勵制度，或者就能夠為業界注入新動力，重拾公眾信任。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2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